宜湾有中心的市政中心首先秀出10月4号，市府交通局视察大湾交流道塞车的改善状况。结果宜湾却是对媒体报道才知影，认为市府无尊重地方的意见。为着我看到这个报道，我心内足无欢喜，我嘛要来想要来掠出你的空仔芳。所以我顶礼拜有时啊就透早6点外起来，7点我就去交流道啊行。边后头店讲议员，你看这样早，我讲我来观察交流道的交通改善了安那。我的局长带市长来伫现场来讲解，讲甲有够水，当然水是上好。结果阮当地议员无人知。阮说对着大安交流道特别的重视，希望大安交流道会当改善甲，互大家无怨言。结果你安排市长去勘察，阮当地议员你都免甲阮尊重。所以本色，而且要甲你讲，你是不是爱我永康的议员联合起来，甲交通局的经费？一周拍摄的话，就是联络上的失察啦，我们下次会改善，我们下次一定会再通知当地的议员来参加。来，有议员表示，虽然大湾交流道经过这几档的改善，不管是南下或者是北上的回转道，已经改善未少。不过目前上大的危机，就是南下的侧车道，容易发生汽车甲机车来争道。对此，议员建议应该设立机车的专用道。你所看，这就是南下的匝道口，来就是侧车道的车流来。你这里甲看，所有的奥多麦，你这就有4个车道哦，4个车道，4个车道，上下班时间车拢停一停，这奥多麦也是伫遐移车争道。我拜六下晡甲礼拜下晡，原来共款去啊！我看迄个情形，我也是摇头。那么你大家拢改善啊？南下这个匝道口，你敢无真正要设机车的专用道？是，改一车报告，正在处理，交通局他们愿意给我们使用，不过在做行政上的用地取得作业。我讲，恁有咧做，阮有咧看，毋过一半行啊骹步对袂着。阮较安那讲，家己地方就稳住。同款关心交通，还有应带落桥的部分，议员建议路面的部分该填铺就要填铺。议员记明年度市府的道路甲公园的新建经费，虽然总经费7.6亿，永康区才分着8000多万，议员认为上大区才占1成左右。对此，市长回应，以人口数的比例大约差不多。不过，对着都会区来讲，建设会比较较济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